的信徒，我国中的时阵，才有机会来到教会相信主。咱在台湾常常有风台、有地动。等我信主了后，有一首的诗歌，不止安慰我。这首诗歌每一届若是拄着风台，也是拄着地动的时阵，自然而然会伫我的心内来响起。这个诗歌的名叫做《暴风雨中的撇兰索》，毋知咱兄弟捌听过无？毋知会通引准我来唱一个无？我若唱了好听，请咱大家拢来学；啊，若唱了歹听，较请文好兄斗唱安尼。诸事磐石容我躲藏，暴风雨中自避难所。在风来临，我的稳妥；暴风雨中自避难所。后壁有副歌，较悬我可能唱袂起哩，所以我唱到遮就好。副歌是安尼讲：主耶稣是磐石，我的撇兰索，亲像伫沙漠的地有阴凉的所在。主耶稣是磐石，我的撇兰索，暴风雨中间的撇兰索。住伫DC这个地区，可能真少拄着风台，不过敢若顶礼拜突然间大风大雨，我知影姚东兄因兜有一丛大树弹倒落去，弄着隔壁的篱笆，也弄着隔壁的厝的这个厝顶。好佳在，迄毋是徛起的厝，迄是 garage 车库。不过会通看起这丛树原本生甲真大真水，总是风雨中间一个树就倒落去。但咱的人生中间，希望徛起伫安全的所在，嘛有可能会拄着大风大影。咱拄则看这条诗歌，是伫1880年的一条诗歌，距离咱已经100几冬。不过这条诗歌犹原真侪人爱吟。做这首诗歌的人伊的名叫做是咧，我看卖吼。伊的名叫做 Charles Lesworth 伊是英国人。伫19世纪末，英国迄个时阵有进行一场政治的革命，叫做光荣革命。然后伫工业上，因发明蒸汽机，进入到伫机械化的整个的世代。英国成做世界上第一个工业的国家，所以当时社会非常的繁荣，非常的好业，赚真侪钱。不过伫这个繁荣经济进步的后面，社会也产生一寡严重的问题。因为大规模来使用机器，所以一寡人工就无需要，失业的人口非常的多。若是失业，就造成家庭的问题。而搁这工厂的主人，因为讲机械会通取代，所以我无需要请这个较侪钱的工人，我会通请遐个囡仔工就杀一。囡仔工我只要互伊工读费，我只要真少的这个费用，我就通请伊。所以家庭社会出问题了后，造成真侪的孤立。Charles Worth 伫迄个时阵，伊拄对大学毕业。开起头，伊伫前教会咧服侍，伊非常重视主日学的事工。后来，伊有一个感动，就开始去设立一个孤儿院。伊伫这个孤儿院起做伫伦敦，拢总伊伫遐工作46天。伫这个起做孤儿院的过程，伊拄到真侪的困难甲挑战。伫这个中间，伊开始真做一个诗人。所以创作真侪的诗，也是伫即个期间内面，咱拄则所讲迄个暴风雨中的撇兰索，就是伊来创作。伊真实感受到
伫节节艰难困苦中间，咱的主会通成做咱的石盘，会通成做咱的避难所。上时，伊每一届教导者的鼓励的时阵，对咱咧讲，伫恁人生的路途中间，若有耶稣做恁生命的石盘甲避难所，恁会通平安来度过济遮的大风大影。但这首诗歌后来传到伫英国北海岸，北海岸真侪掠鱼的人，遮的渔民特别爱吟诵这首诗歌，因为咱知掠鱼的人每一届出海，拢爱面对这个气候突然间变化，带来的大风大影，迄时阵有可能船会变，人会死，这悲剧伫迄个所在来发生。所以，这条圣歌真做遮个当地的渔民，介爱唱这条诗歌，因为每一届当因要出航的时阵，也是当因伫风雨中间的时阵，因会通吟这条诗歌，帮助因信仰的溃烂。我的PowerPoint敢若小可有问题吼，毋知一寡无单无看起安尼。真实的。当咱今仔日所读这段经文中间，咧讲到耶稣，伊原本伫加利利海的一个天边的一个都市，叫做加比隆。伫迄个所在做工，做一段时间了后，伊决定要对加比隆的即岸到伫湖边的另外一岸。当加利利海原本是加利利湖，总是因为即个湖太大，所以当时应该称作是海。但即个加利利海的另外一边，事实上是外邦人所徛起的所在。耶稣将福音先传予以色列人，总是耶稣的福音是要互万百姓，无局限伫以色列人。所以耶稣也要到伫加利利海的另外一边，外邦人较侪所在来传上帝国福音。那圣经甲咱讲，耶稣要到伫海迄边的时阵，伊是坐船过去。耶稣认真做工，伊的身躯嘛会亚身，所以互门徒用船改载到伫加利利海的另外迄边，伊通伫船顶会通得到休困。但加利利海的特色就是伊是一个湖面，总是伊两边拢是悬山，一边东边的山较悬，叫做高兰这个戈兰高地咱讲 Golan Heights， 这边的山非常的悬。然后伫东边这边的山较低，因为这边东边的山较悬，所以迄边有当时会落雪，也是讲天气较冷。若是风吹来时阵，会真紧就变做这个冷风。然后山较悬，所以就对山悬的所在，甲伊创了到伫这个山脚的所在，迄种的风非常的强，非常有力，叫做强搁有力的下坡风。就是敢若落镜共款，真紧就扫袂来到伫即个山骹的所在。当然山骹的所在就是即个湖，所以因为即款的风若临到的时阵，即个加利利海就开始起大影。当耶稣甲门徒坐船渡海，介起头是风平浪静，总是到伫中途的时阵，拄着即款强劲的即个下坡风，所以船伫迄个所在就伫波浪内底。济水就浸入来到伫即个船内底。圣经描写讲，当时是耶稣所坐迄只船，强强要满水，然后强强要沉落去。但伫荷兰有一个画家，伊名真出名，叫做林布朗伊伫27岁的时阵就开始画图。伊介起头画一张足出名的图，就是根据咱今仔日所读这个圣经马可福音书第4章这个故事。伊将这个图改号一个名，叫做《伫加利利海风暴中的基督》。伊通过伊足擅长的光甲暗的对比，来将这个图改画当初时遮的门徒甲耶稣伫船顶的情形。这条图真趣味就是画中拢总有14个人，当伫这个奇怪，我一寡PowerPoint扫无去，无要互咱大家看呢。
画中伫船头的所在有5个人，有5个门徒。这5个门徒甲着风影伫个所在咧搏斗，因有人抽索啊，有人挽即个船杆希望互即只船会通安定落来，总是无够开力。然后伫船尾的所在有7个门徒围伫耶稣的身边，因非常的忧愁，也非常的惊吓。其中即个 即个林布朗伊真趣味，伊画一个门徒因为即个风影上过大，煞开始咧掠白土咧吐，伫船边的所在伫遐咧吐。总是即个船顶悬拢总有14个，除了耶稣以外，12个门徒以外，搁加一个人。但即个人到底是啥物人？即个人照着遮个研究即个林布朗的画人的判断，伊讲这可能就是即个林布朗的本人。因为林布朗有一个习惯，就是当伊咧画图的时阵，伊会将家己画伫内底。所以其中有一个人，即个第14个人，伊目睭毋是看耶稣，毋是看其他所在，伊目睭是咧看画的人。所以你看即个图上，看到即个人的时阵，拄甲着伊目睭相对。你咧看即张图，同时即张图内面的主人也咧看你。即款的安排，敢若咧问一个问题。你安怎看这张图？特别这张图是画着大风大影中间，耶稣甲着门徒的情形。对，在后面。是吗？怎么会这样子？这个现在是，现在只有第2页，那个在很后面。OK， 歹势唔知即个 PowerPoint 开变安尼吼。我去小可回复一下这是咱讲的加利利海伊对加必隆的所在要到伫即个另外一个所在然后咱看去即个咱头讲的即个下坡峰顶面东边的所在是即个戈兰高地东边的所在嘛是山，总是较低所以即个风会对山顶的所在一个手对悬的所在。真紧就到伫下面的所在，所以有一个特别的名叫做强劲的下坡风这是这张图的这个会当说一个说明咱拄则所讲的就是这个林布兰特伊所画这8个图已经成做世界的名画咱看去伫这个风影中间这只船去互大风大影拍甲强强要这个冰船咱头讲这只船顶悬有船头的所在有5个门徒这5个门徒有咧抽索有咧抽这个船杆希望会当稳定这只船总是因感觉已经这只船强强要变去因为海水已经拢浸入来到伫船内底然后毋知咱有看到无遮拢总有这个7个学生其中伫船边迄个伫遐咧吐因为这个船显了非常的厉害然后咱看去其中有耶稣伫遐，耶稣互门徒甲伊叫醒，然后伊这个面目非常的发光，面目非常的和平然后咱看到这是耶稣的话然后看到一个人这人是第14个人，就是咱讲的林布朗特伊家己本身。林布朗特伊目睭咧看你，看你咧看啥物货但到底当咱看到这个图，还是咱听起这个故事的时阵，到底咱安怎看？当咱看起别人伫风雨中这个大风大影中间的时阵，因的情景，甲咱家己本身，然后可能有一天会拄到大风大影的时阵，咱要安怎面对？当大风大影出现，这段经文甲咱讲，耶稣当初是伫这个船内。就是耶稣伫即个船内，大风大影嘛会出现。毋是讲耶稣伫即个船内，所以就无大风大影。有时阵咱检测有一个错误的信仰的期待，如讲只要我若相信耶稣，我的人生就袂拄着大风大影。咱来记住，耶稣无互咱即款的应允。耶稣无应允讲，咱活伫即个世间拢袂拄着灾害。耶稣无甲咱讲，你伫即个世间内底，你拢风平浪静。总是耶稣有一个应允是安尼讲，
约翰福音书第16章第33节，伊讲：伫世上恁有拄着患难，总是恁通放心，因为我已经赢过这个世间。突然间来的这个大风影，拄拄是咧考验咱的信心。说使这个门徒若有信心，因会通安静来面对这个风影。若是因欠缺这个信心，因会惊吓，因毋知要创啥物货。但这个时阵，这个故事甲咱讲，这个门徒拄着这个突然间来临的大风大影的时阵，因非常的惊吓。事实上，这个门徒已经捌看过耶稣行神迹，因嘛听过耶稣真侪讲起上帝国的比喻，因对着耶稣的信心应该袂少。若无，因袂阁继续来跟对耶稣。总是伫即场大风大影来临的时阵，因的信心拄着真大的挑战。因走到伫准备的所在，看见耶稣伫遐伫困。因将耶稣叫醒，然后用非常抱怨的口吻对耶稣讲：“先生啊，大愿拢要无命，敢你讲你无要紧吗？敢你讲你完全无顾念阮吗？互阮家己来面对这个困难吗？互阮家己来面对这个大风大影吗？”拄着大风大影，这个门徒失去信心，惊吓的心，互因的嘴讲出埋怨的话。咱是毋是常常嘛是共款？拄着困难的时阵，咱因为欠缺信心，因为欠缺信心，所以咱就惊吓；因为惊吓，所以咱的嘴就开始咧埋怨上帝。马可福音书写这本福音书的时阵，有一个原始的读者，当初时这个信徒，因嘛咧追求信仰。上时因的信仰拄着迫害。迄个时阵，保罗先生已经顺道，彼得嘛顺道，这一只当初时耶稣的学生拢已经无伫咧。通讲，迄个时阵的信徒拄着大风大影，对着因的攻击。先生啊，但阮强要无命咯，难道讲你无要紧这样代志吗？这款的呼声，拄咧反映当初时马可福音书这个原始的读者因的心声。上时咱嘛通讲，这拍算是咱每一个世代基督徒，当咱拄着迫害，当咱拄着大灾害时阵，咱心内可能会发出这款的声：主啊，我遮尔艰苦，难道你拢无照顾吗？主啊，我遮尔艰苦，难道你拢无帮助我吗？若是甲门徒的反应无共款，就是耶稣。希望伫即个大风大影中间，耶稣伫船尾，伫迄个所在伫困，也困了非常的安静、安稳自在。但是安怎耶稣面对大风大影，伊会通安静伫困？伫伊内心的世界内面，有一个强大的力量，比外在环境的力量搁较大。捌有两个画家，因拢真够画图。伫即个画图中间，因咧讲到，咱是毋是做伙来画一张图？即张图会通帮助咱来，互咱看出讲，啥物人的技术较好，然后会通来做一个比较。但因共同来决定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叫做静，安静的静。这两个画家当这时拿笔来作画，也差不多同款的时间来完成这个作品。第一个画家伊所画的，就是一个湖，蓝色的湖，蓝色的水，和这个湖面非常的平静，敢若亲像一面镜，非常的安稳，非常的轻柔。湖面你无看到任何一个波浪，岸边有只树仔，这树仔随着微风在吹，将因的树身的影倒映伫这个湖面顶悬，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平静，非常的和谐。这是第一个画家伊所要表达的静，就是无风无影的静。那是第二个画家伊所画是瀑布，是一山崖
的瀑布，对山顶的水，对山顶安尼冲落来到伫下面，然后敢若亲像几啊只马伫迄个所在上西时冲落来共款。敢若看即张图，你会感受到敢若足大的声，即个波浪、即个水声、哗哗吼的声，总是伫较尾溜的所在、山腰的所在，你有看到一个小小的洞。伫即个洞隙内面有一个鸟仔兽，伫即个鸟仔兽内面有只鸟仔母，伊安静伫迄个所在咧孵卵。第一张图显然伊所要表达的是无风无影的安静。第二张图所要表现的是讲伫大风大影中间的安静。你认为这两张图倒一张图的境界较悬？那我个人我无做判断，我认为这两张图的意境拢非常的悬。通讲咱的人生需要这两种的平静。有的人可能会比较较期待，咱的人生只要第一种的平静就好，咱无风无影。总是咱必须要提醒咱家己一项事，伫咱实际的人生中间，咱需要第二种的平静。伫今仔咱所读这段经文中间，耶稣伫船顶在困，伫大风大影的时阵，悠然伫迄个所在安静咧困。伊所显明的，就是这种大风大影中间这种的安静。当后门徒叫醒耶稣，伊知影这个门徒在埋怨伊。耶稣起来了后，伊做一项动作。伊起来了后，即笔风对海讲：“恁静落去，恁定落来。”风就渐渐定，然后整个的海也拢静静静。耶稣伫遮个行遐的门徒面前，搁一摆行一个新约，而且这个新约是对大自然、大自然的变化。有的时阵对着咱人类来讲，实在是一个真恶毒去抵抗的灾害。咱看去地动，咱看去风台，拢带来真大的伤害。咱也爱知影一项事，撒旦有的时阵也会利用大自然的力量来威胁咱的心，来伤害人的生命。但这时的大风大影，可能会伤害到门徒的生命，互因感觉足大的压力，因的心受到真大的威胁。当耶稣平静风甲影的时阵，这个门徒因惊吓的心也通得到安静。毋然这个大风大影无去安静落来，耶稣这个门徒原本迄个惊吓的心、了乱的心也通安静落来。因进前埋怨耶稣。讲耶稣，你拢无照顾阮，现主是因知耶稣拯救因脱离生命危险，显然耶稣顾念因。诗人伫诗篇第8篇写一个诗句，值得咱常常藏伫咱的心内。这个诗句安尼讲：人算什么货，你竟然顾念伊？伫整个宇宙万物中间，人只不过是非常微小的一个存在。总是上帝悠然顾念每一个人。基督教的信仰，圣经予人的信仰是一个什么款的信仰？这种的信仰是甲咱讲，咱知影，咱家己本身伫整个宇宙万物中间，咱真正是非常卑微的存在。总是相信一项事，就是迄个创造天地万物，也创造咱生命上帝，伊顾念你，伊关心你。这是咱的圣经予咱一个宝贵的信仰。但这时，门徒感受到耶稣对着因的关怀顾念，总是因也无完全认捌耶稣是什么人。因虽然已经解除对着这个大风大影的威胁所带来的惊吓，但是这个惊吓对大自然的惊吓无去了后，因心内佫产生一种的惊吓。圣经甲咱讲，这个门徒。因心内开始惊吓，因彼此问来问去讲：，但这个到底是什么人？这个到底是什么人？连风甲海也着听伊。大自然的溃烂带来危险，互因感觉惊吓。
总是眼前的这位耶稣，互因愈大惊吓。因为这个耶稣竟然会当用伊的话语来命令大自然，上时这个大自然竟然也听伊的命令。对着门徒来讲，因捌看过耶稣行神业，医治病人，赶走邪神。现此时，因阁亲目睭看去，这位耶稣竟然用伊的话会通命令大自然来听探伊。那呢，这个耶稣到底是什么人？亚里士多德安尼讲，第六个思想是出自你好奇的心。你若无好奇的心，你袂通进入第六个思想。总是宗教信仰对倒位来？宗教信仰对你敬畏的心。一个人会晓得敬畏上帝，伊开始有真实的宗教信仰。当耶稣即被放假应了后，伊回过头来，伫这个所在对门徒讲：当恁是安怎惊吓？敢讲恁无信心吗？如果因有信心，随望拄着大风大影，因嘛免惊。总是因拄惊吓，显明因迄个时阵信心无够。但耶稣要求门徒爱有信心，这是一个什么款的信心？门徒期待耶稣有能力会通救因脱离大风大影，所以因将耶稣家叫醒。门徒相信耶稣有这个权能，总是因是毋是相信耶稣除了会通医病赶鬼，会通互这个大风大影平静以外，因是毋是相信这个耶稣就是基督？这个耶稣就是上帝的囝。马可毋说咧，甲因讲，当这时门徒因对耶稣的了解，抑阁无非常的清楚，所以因较会彼此伫个所在问，讲这个到底是啥物人？连风甲影也拢听伊。因虽望亲目睭看见这个神业，因虽望心内产生这种的敬畏，总是因是毋是会通对这个神业中间去领悟着，去相信耶稣就是基督，是上帝的囝。这个故事非常要紧的所在是，有一天耶稣伊要互定十字架。当耶稣互定十字架的时阵，迄个时阵门徒是毋是犹原会通相信，迄个互定死伫十字架耶稣会通带来拯救？这个门徒无质疑耶稣有能力通行神业，总是当耶稣互定死伫十字架的时阵，因是毋是有够野的信心？会通相信耶稣会通对死搁活，亲像伊家己所预言的共款。这个连风甲海也着听伊的这位耶稣，是毋是有一天连死亡甲阴间也着听伊？耶稣到底是啥物人？这是福音书中间介重要一个问题。是安那？这个耶稣会通平静风甲影，伊到底是啥物人？这个通平静风甲影的耶稣，既然法度平静风甲影，那安尼是安怎有一天，伊竟然互人钉死伫十字架顶？这个死伫十字架顶的耶稣，是毋是会通赢过死亡？马可福音书的作者对第一章开始，咧讲到耶稣行神业，咧讲到耶稣医病赶鬼，咧讲到耶稣平静风甲影。落尾要指望的就是一点，有一天耶稣会钉十字架，有一天耶稣会死伫十字架顶。当你若相信过去耶稣所行这个神业，那安尼你是毋是会通对你所看到这个来认捌耶稣？根据马可福音书的记载，耶稣甲这门徒2-3冬久的时间，总是第一位宣布耶稣真正是上帝囝的，毋是这个门徒，是一个罗马的庇护长。这个罗马的庇护长对耶稣开始互人掠，然后伫迄个所在审判，然后开始敬十字架，整个过程中间伊拢参与。伊也看见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阵，大地动，然后天突然间变黑暗，然后玻璃突然间裂开。这个庇护长，伊毋是看到耶稣平静风甲影，
伊毋是看到耶稣赶鬼，看到耶稣医治，才会坐新约技术，总是伊看到耶稣，甲一般的罪人无共款。伊看见耶稣伫十字架顶游园得体，甲伊顶十字架的人得祈祷。伊看见耶稣伫十字架顶游园伫迄个所在，用伊最后的气力来显明上帝的疼。秘书长伫迄个时阵做一个信仰的告别，伊讲：这个人真正是上帝的囝。伊认捌耶稣是通过耶稣顶十字架。教着门徒，随望看见这的新约技术，总是犹原毋知耶稣是上帝囝，形成非常大的一个对比。这是因为这的门徒，因原本就已经心内有对着这个基督上帝囝有一个期待，这个期待就是期待伊会通亲像大卫这个君王的弥赛亚，会通通过刀架剑，会通带动政治的革命，然后来起诉以色列国。总是一款的愿望。当耶稣互罗马帝国定死伫十字架顶的时阵，门徒将这款的愿望放弃。但是这个秘书长伊所看到的基督，是一个随望互人家顶十字架，总是犹原用疼甲真理伫活出生命的人。伊用疼甲真理落尾要征服整个罗马帝国。耶稣的十字架拄拄是这种疼甲真理的显明。如果咱讲有信念，那呢介大信念是倒一个信念？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疼救赎，这是咱信仰中间介大的一个信念。兄弟姊妹，咱的人生难免有大风大影，有的时阵只不过是小风小影，总是有的时阵咱会拄到大风大影。咱袂通期待一片大海永远拢是风平浪静，同款，咱嘛毋通期待咱的人生永远是平平静静。袂忽然间来出现侪侪危险，外在环境的变化常常超出咱的意料之外，天灾人祸不断地影响着咱人生的路途。尤其当咱家己感觉家己非常有气力，当咱家己感觉非常得意的时阵，当咱愈无警醒的时阵，这个灾害的出现会带来咱心内大的惊吓。咱若每一天，咱看见这个世界，拢有一寡所在咧发生一寡动乱。有的所在有地动，有的所在有海涨，有的所在有瘟疫。咱拄拄经过COVID 这种的瘟疫，后一个瘟疫什么时阵会临到，无人会通讲。咱若看见有火烧山，咱若看见非洲的所在侪侪饥荒，咱嘛看见侪侪的战争。最近伊朗甲着以色列战争，也是伊朗甲着哈马斯的战争，也阁有伫台湾，侪侪人咧烦恼，有一天是毋是台湾也发生战争？这个拢有可能临到伫咱的生命中间，毋是咱会通伫即个所在所做预料。各种无共款的人祸，各种无共款的天灾临到伫咱的面前的时阵，你要安怎面对？伫今日所读的经文中间，甲咱讲，就是耶稣伫船顶的时阵，也无保证即只船袂拄着大风大影。总是这段经文也咧甲咱讲，就是咱拄着大风大影的时阵，只要耶稣伫咱的船顶，伊的确会顾念咱。希望咱的信心无够弱，伊犹原会通帮助咱，为着咱来平静大风大影。耶稣顾念门徒。平静大风大影，总是耶稣毋是平静大风大影尔，伊要求伊的学生，爱有啥物货？爱有信心。啥物款的信心？就是你拄着大风大影的时阵，毋通惊吓，毋通烦恼，毋通埋怨，也毋通干那责备。你检查有惊吓，你检查有埋怨，你检查有责备，总是你爱有一种的气力。对你的内心内底赢过一个，伫拄着大风大影的时阵，你开始爱操练你的信心，操练你的信心去面对这个大风大影。对着耶稣的信心，会通帮助咱
伫面对大风大影的时阵，犹原保持内心的平静。这款的信心，要通帮助咱伫大风大影中间，会通看到新力。俄国的大文豪托索维斯基伊讲了非常好，伊讲其实每一个人拢期待新力，就是无新力发生的时阵，伊也为着家己提供制作的新力。一个人就是无神论者，也是一个异端。事实上，伫伊生命中间，伊也期待新力出现。伊会相信巫术，伊会相信一寡魔法，伊咧期待即个新力。总是伊继续讲一项非常深刻的一句话，伊讲真正的信心，毋是对新力来，反倒转是新力对信心来。如果咱想要用看到新力的方式来产生更较大的信心，咱是将咱的信心起坐伫新力顶悬。当即个新力无的时阵，你的信心就放弃；当即个新力过去的时阵，你的信心有一天也会过去。总是如果咱是用信心的方式来面对外在环境的挑战，咱是将咱的信心起坐伫全能的上帝的权能，甲伫的旨意顶面。信心无代替信力，总是有信心的人，毋是因为看起信力来相信上帝，是一个人因为相信上帝的权能，所以伫伊生命中间，这款的信心会通帮助因经历到信力。旧约的诗人常常讲，上帝是咱避难所，伊是咱的溃力，伊是咱及时的帮助。地虽往大震动，山虽往迁移到伫海中，其中的水哗哗好，总是阮犹原无惊吓，因为阮知影一项事，就是上帝对阮所讲的，恁着静静，就知我是上帝。信心是啥物货？信心是当你拄着大风大影的时阵，你会通安静知影一项事，有上帝甲你三角伫咧。我要伫外邦中间受到尊重，我要伫万民中间受尊最大。耶和华上帝要甲咱三角伫咧，伊要做咱的避难所。咱的主耶稣基督已经非常清楚，互咱一个应允。这个应允是讲，我将这代志甲恁讲。是要互恁知，互恁的内心有平安。恁踮一世间有苦难，总是毋免惊，恁着勇敢，因为我已经看赢这个世间。这是咱基督徒的信心的缘由。主亲嘴甲咱讲，恁伫这个世间会拄着苦难，总是毋免惊，着勇敢，因为我已经看赢这个世间。咱会通活的，就是一个信力；咱通经过大风大影，继续活的，是一个更较大的信力。当咱相信上帝，当咱相信耶稣基督，要互咱的生命中间经历无共款的信力，互咱伫大风大影中间保持心灵的安静，静静听，静静看，上帝要为你行奇妙事。互咱伫大风大影中间，通看见上帝的权能。甲伊的稳定，兄弟姊妹，请听主所讲的话，就静静，就知我是上帝。请咱同心来祈祷。天父，我的上帝，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你的囝耶稣基督是你创造万物的时阵所显明的道，所显明的智慧。万物是通过伊的话来创造。万物也要降服伫伊的话，求你帮助阮认捌你，也认捌你的囝耶稣基督。因为认捌你是独一的真神，也认捌你所赐来耶稣基督，这就是阮永远的生命。阮的人生有时阵亲像一只船，会拄着大风大影，恳求你帮助阮，做阮的避难所。伫阮中间有兄弟姊妹。因拄着因人生艰难的时刻，主，我要为着因祈祷，求你来做因的避难所。当阮惊吓的时阵，求你找你的圣神伫阮的心内来提醒阮，
听说阮的主捌对阮安尼讲：，毋免惊，只着信。伫即个世间，恁会拄着苦难，总是毋免惊，着勇敢，因为我已经看赢世间。听见你的声，相信你的应允，会通帮助阮赢过心内惊险。当你踮伫阮内面的时阵，阮内面安静的气力，要赢过外在世界的大风大影。毋也是安尼，你要引带阮，伫大风大影中间，看到你的关灵，经验到你的稳定。迄个时，我要大声感谢你，我要大声学罗你，我要将荣光归乎你。陪阮的上帝，将即款的平安赏赐阮内面，赢过即个世间的苦难、的溃烂，赏赐伫阮内面。感恩祈祷，靠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那是我透看，人生亲像船只，海面起落，浮浮沉沉，予我心惊吓。风影这呢大，我是这会停锁。想要赶紧来苦寒，袂往对位行。自从听到耶稣的声，伊讲是我毋免惊。我就放心，无伊来牵锁，一步一步对伊行。耶稣听我听入心肝，不敢放我这孤单。一路人生，耶稣来作伴，伊是永远的靠。是我透看，人生亲像船只，海面起落，浮浮沉沉，予我心惊吓。风影这呢大，我是这会停锁。想要赶紧来苦寒，袂往对位行。自从听到耶稣的声，伊讲是我毋免惊。我就放心，予伊来牵锁，一步一步对伊行。耶稣听我听入心肝，不敢放我这孤单。一路人生，耶稣来作伴，伊是永远的靠。自从听到耶稣的声，伊讲是我毋免惊。我就放心，予伊来牵锁，一步一步。
心愿的风